幻影号的机航第195页，高中的病情甲红蛇会出现。病院放送叫过母中的家属去手术室头前。秀美甲灰小姐到位的时，伊的大家官嘛到位拢由头革面。伊的大家春柳伊平时就是贵妇人的打扮，便若出门，规身躯的家私拢无漏搞过，管带的啦、耳钩啦、项链啦、手指啦，一定拢爱配甲好势好势。毋过迄暝，伊啥物家私配件拢无，敢若穿一束运动衫，连粉嘛无抹，招魂深深印伫伤过宽的两粒目睭之间，敢若要甲头壳遐掰做几落柄，一看随老要几落10岁。恁爱有心理准备。徛伫门口的主治医生讲，只有几项爱互恁了解。阮已经用镜甲病人心脏的大条血筋剪开，暂时无性命危险毋过伊也未精神，当然希望病人会使紧醒过来。这几工真重要，伊来的时间已经有淡薄慢阮嘛无把握伊敢会精神。阮小等会甲伊送过加护病房，煞咯。春柳伊听到这就喊出来秀美的大官过金福嘴唇加咧，啥物话都无讲，雄雄敢若插头红有一寡地方的人士早前就陆续到位拢来伫遮关心。包括秀美因教会的老传道张学琴嘛到位是信歌队的人甲伊讲的。张学琴老传道的头毛焦白伊的头壳遐搁宽搁金生，两粒目睭有一种威严，毋过伊看人的目神搁是温柔的，袂有问题啦。过少爷吉人天相。另外一头，众人嘛甲过金福安慰。手术室的门拍开，两个护士一前一后，甲手术了后的高中塞出来。伊的面色泛白，昏迷伫病床，鼻顶悬大上锁，看袂出一点钟进前，阁是伫台顶活跳跳的笑鸡一只。众人对病床围挖去，先是秀美，过来是高中的爸母，拢开喙喊伊的名。因爱甲塞去加护病房，护士敢若咧赶时间，白士咧赶车帮，脚步拢无放慢，互众人伫边强要缀咧走起来。病床塞入去电梯的时，空间有限，除了护士甲秀美，敢若学琴老传道甲我做伙行入电梯。我是有代志去找老传道，听到消息，才驶车载老传道赶过病院的。秀美的面伫电梯里看到血尿尿，可能因为伊哭过，面的妆拢糊去神奇的是，虽然只是短短几十秒，老传道也是争取时间，一手搭伫秀美的肩胛头，一手搭伫高中的头壳遐额头开喙祈祷，讲：主恳求你亲身来甲伊医治，互伊恢复你当初手术伊的活命。请怜悯伊，甲伊的罪撤销，带伊悔改，搁亲像你对世间人应允的，伫伊的身躯显出你奇妙的大作为。怪奇的是，当高中塞入加护病房了后，王爷庙迄头，迄边为着挂香所起的石段，竟然互一大群野狗弄甲放一角去。迄群野狗的其中一只，毋知对倒位夹一柄猪肉来，引起地方的狗群拢哭活来。煞了，狗群为着抢食，就相加，甲血淋淋。
袂输我细汉诶时伫内围所看到迄款搭狗诶场面。因为野狗一大群，相共诶过程去弄着这弹下骹诶铁架，煞甲弹弄甲邦邦去，轰一声，地方诶人惊甲破胆，拢喊讲歹计调，歹计调。同一个时间，有人讲对防武宫烧出一尾红蛇，毋知是安怎会对遐烧出来。有人讲迄尾蛇有骹龟遐粗，嘛有人讲伊红色的蛇篮顶悬有金色的花草。毋捌看过的世间，竟然会有遮尔水，阁遮尔惊人的一款蛇。